造生態公園，總面積大約43公頃，亦會興建小學同埋幼稚園等嘅配套設施。公園內會設立起重機、半爆炸裝裝飾嘅機械人，預計出年7月落成。基因爆炸遇難人數增至100多人，有13個人失蹤，目前一共有200幾人要留醫。亞國曼谷4面佛爆炸案，第一個落網嘅疑犯第一次提堂，將會由警方繼續扣押調查。疑犯由其他信到曼谷的法院，由多個警員押上上庭。各公批准警方要求繼續扣留及盤問疑犯多12人。28歲嘅疑犯被控非法管有爆炸品，正要走喺曼谷市街住宅被警方拘捕。到禮拜5移送到曼谷警察總部。當局話佢持有懷疑係土耳其護照，接受警方問話期間以語、阿拉伯語同埋土耳其語回答。日本3.1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廠附近一個區域臨時宣布解除疏散令，7千幾個居民相隔4年幾之後，終於能夠重返家園。經歷近4年半嘅避難生活，由葉町嘅居民喺疏散令解除呢一晚，以3000燭光表達對生活嘅盼望，祈求盡快完成重建，再過正常生活。4年前3.1大地震引發核事故，令福島數以萬計居民被迫撤離，由葉町係其中之一。當局話完成消毒工作，容許7300個居民重返家園。So I want to be home by New Year, but I don't know when I can get there. 由葉町政府同過8個職員出席解封祈願儀式。令只係起點，未來仍然要克服重建嘅困難，期望各界為建設一個全新嘅由葉町而努力。不過唔少居民仍然擔心當地嘅輻射水平，加上區內商鋪同醫院等暫停多年之後重開，亦需要一段時間適應。由葉町解封之後，福島核電站附近仍然有9個市東村共7萬人仍然未能夠重返家園。日本政府話會跟進各區嘅環境情況，逐步解除疏散令。無線記者潘曉明報導。美國網球公開賽拿度喺相信好多拿度迷嘅心，雙方過往交手7次，拿度贏咗5場，輸2次。最後喺決勝盤輸4-6，令拿度畢業生涯第一次喺大滿貫賽先贏2盤輸波。第3圈出局，咪仲有西班牙嘅費拿，佢喺第4盤輸1-6，以盤數1-3輸俾法國嘅查迪。英哥祖高域就打入咗16強，對住意大利嘅薛比，祖高域保持對賽紀錄11次全勝，贏6-3同埋2盤1-5。為免克羅地亞嘅資歷同哈薩克嘅小虎朱堅激戰5盤，喺決勝盤贏6-1勝出。無線記者天晴報導。天氣方面預測天晴炎熱，晚間最低氣溫大約28度，聽日市區最低氣溫大約32度，新界再低1-2度，吹和緩嘅西南風。展望之後2-3日漸轉多雲同埋有幾陣雨。現時氣溫30度，聽日嘅70%。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跟住有黃雨立影。
術生態。中間咧就有一間傳統工藝大學，令到手作界咧可以培養一啲新血，跟住其他地方嘅呢個有有意思的，因為我覺得這個場裡面看到的更多使用者的一種價值觀。新文青時代今晚8點 JP 好中快和先有能力，但都不敵人類嘅實力。Roughly between 6 and 10 on average,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use by shark video and play about 100 million. 東方標榜重現地球的邊緣最後一集，星期3晚9點，明珠台。你帶嚟未啊？我哋仲細到成㗎，咁多嘢講。你快啲攞條啊！錢我啦，佢哋嘅物業貸款啊，一個月唔止借都得，我揾人3成添啊！主貸款半日就。租借可上。啲人咧，發生年一年㗎，我覺得咁石住嘅心，邊會有事咧？拿培金裝加營數，俾你均衡營養，更有有助保持心臟健康。拿培金裝加營數。你唔會咁做啊嘛？梗係唔會啦！香港係我哋嘅屋企，我哋要保持清潔，唔好亂拋垃圾。見到有垃圾就順手執咗佢啦。只要每個人做多啲，香港自然會更乾淨、更舒適。天藝德大創造職業多元成長，創造新嘅德管科學家非凡經驗，破解細菌間嘅溝通機制，創立生物調控技術，領導開普勒計劃。探索太陽系外土地，發展數據基礎工具，解決經典數學。趙司長2015星期日3號8加成見證。號碼無用，面對被消失嘅一幕，號碼無位住嚟，後者手抱煙霧，比馬爾代夫仲早。大部分都用石子炸死，加建防潮土牆。佢跟住係專業戶外裝備主義，收街領取營業，星期1至日互動新聞台。現在標準時間晚上7點19分。報時信號係由拉尼瑞士龍達標為你提供。歡迎收睇《環宇內景》，今日由我羅玉文帶大家遊世界。英國倫敦樓價高，唔少市民尤其係年輕人想置業唔容易，就越嚟越多人買。我哋一齊睇下呢班水上人嘅生活啦。土地問題每一個大城市都有，現今赤土人工置業，我哋向呢一位女士求經。成為水困難，有誠意，唔少嘅艇戶都係後生仔。負責管理倫敦河道嘅運河和河流算學基金就話，買一隻艇嚟蝸居，未必就好似外界估計咁平靚正。有限嘅電力供應、廚房、廁所排放污水同廢物，都係艇戶嘅切實問題。呢一班水上人可能就會認為有目共睹，因為船隻數量大增，倫敦河道嘅
價升勢持續，外界就預計越嚟越多人會放棄過集貼地嘅生活，唔少人都呼籲當局盡快改善相關嘅設施，協助呢一班水上人生活。有烏克蘭藝術家將宗教元素入塗鴉，為呢一種家庭文化帶嚟特別感覺，一齊欣賞下。塗鴉俾人反叛嘅感覺。51歲嘅烏克蘭藝術家拉德克維奇就為呢種街頭文化注入宗教元素。佢自從為一間教堂裝飾之後，就醉心宗教藝術，作品亦都非常受歡迎。呢一幅就係其中之一，睇嚟好似係有一個人揸住蠟燭，作品名叫《心心》，係拉德克維奇其中一最具挑戰嘅作品。佢嘅創作有一個特色，就係將圖案局限喺一個圓形入邊，認為圓形線條循環流動，冇任何嘅角，係完美嘅形狀，象徵咗生命。對於拉德克維奇嚟講，人生好緊，佢中意喺位於利沃夫嘅市郊做嘢，喺嗰度會有時間嘅人將意念變成實體。除咗拍，佢仲會混合泥土、青苔同埋樹葉等天然素材，創作油畫。佢嘅意念獲得當地藝術界同埋宗教界嘅認同。有藝術學者認為，拉德克維奇為塗鴉添上宗教意味，係當地現代藝術一個有趣嘅現象。秘魯早前有一隻甘肅的企鵝，竟然喺街頭遊蕩。即同是環企鵝喺北部安拉什街頭互相亂撞，佢跑得好快，警民都攔住。幾個警員嘗試將佢圍捕，企鵝咁就解放。最終失敵恐怖有力嘅警員，俾外國佢哋話唔知點解隻企鵝會突然喺出現，當地傳媒估計係從車上跌出嚟。佢到達警署之後冇被嫌疑不高，更加有大餐食。當然，到此。今日北馬尼拉有瑜伽導師教授病人大笑瑜伽，協助佢哋對抗患疾。